食饭食到饱，人生才快活。欢迎收听开讲广告拢会通，卫生卫加爆米香的爆米香来卫生。我是过年食好料食到足满足的阿酸，我是过年去足济所在佚佗的阿君，我是过年有困真饱、有精神的阿苏。又搁倒来到咱的爆米香来卫生。顶礼拜阿君带咱做伙讨论到一寡咱系上有上过一寡较趣味的课。是啊，哪讲哪感慨，时间咧过，真正是拢无咧等人诶。一百年啊，阮就对拄入来的菜鸟啊，变做要毕业的老屁股啊。连讲了拢无毋对，有太侪的回忆，所以今仔日就互阿酸带恁继续来和听众朋友分享。嘛希望借咱的分享，会让互可能对台语系有淡薄仔兴趣，但是佫无清楚咱台语系拢咧讲啥、创啥的人一寡方向。无错。顶礼拜咱大部分讲到的，敢若拢是属于较定情的课程内容。今仔日咱来讲别项，亲像是你敢是想要讲咱台语系逐年的传统？阿苏，你袂歹哦，真了解阮的。讲到咱台语系上界有代表性的特色，绝对就是文化概论这节课，爱去参加各种的民俗活动咯。哦，这我来。亲像大概一年啊，拢爱去行的大甲马，或者是白沙屯马。是啊，规间学校的人拢知影。逐年若是到要行大甲马的时，台语系同学就会差不多消失一礼拜。嘛无遮含啦，敢若一年啊，因有假通好出。迄礼拜咱系上一年啊开的课，拢会自动放假，因为因需要去体验一下。我阁会记得。迄年咱要出发之前，阁一直咧烦恼讲，毋知影咱敢无法度完成。是啊，迄个时阵咱准备有够侪物件的啦，阁一人杀一台迄种要去菜市啊买菜的迄种车。阮母啊，阁叫我早迄个人咧做yoga，咧厝的迄种瑜伽垫，想讲暗时若是要休困的时阵会较舒适。毋过我哪会敢若无印象你有甲摕出来用？废话，因为我根本就无甲伊拍开啊！你家己回想一下，迄段日子，咱毋是咧赶路，就是咧赶路。路边若是有空位，拢嘛是看着就坐落去啊，哪有气力阁厝遐物件啦？你讲了嘛是有道理。迄几工咱亲像鸟的共款，一直行，然后甲足侪大细的庙翕相。无在讲算笑，迄几工我行过的路，绝对超过我出世到今的运动量。我同意，我第一摆知影，原来我家己会当动遮尔久。拜托咧，恁两个男男人敢袂相合？除了行路以外，嘛是有真侪趣味的所在啊！亲像是沿路的民众，提供予大家补充体力和快乐的食物。嘿，这嘛足重要的。行大甲马迄几工啊，除了身躯顶的忝以外，其实会当讲是有食阁有力，半箍筋都无开着，颠倒阁受到沿路真侪人的帮助。我永远拢会记得状元老师才拄落车尔，行无3分钟，手里就已经摕环马开始骑安尼。除了食以外呢，阁有迄落酸痛药布。我看差不多逐个人的身躯顶拢有打，而且阁大家满。所以是一段真有味的记忆哦。啊，若是日头落山了后，就会看到有人开始发电光，因为行暗时继续行的时阵，有的细条路会伤暗无电火。台湾人实在是足有人情味的。迄个时阵，目前主任讲行了会调调。逐年拢有毕业的学长学姐会小招搁转去参加，我阁毋相信。结果即马逐年阁真正拢会想要安排看，敢有法度伫无课有闲的时间搁去参加呢？对啊，因为这算是一段真难忘、属于咱台语系的回忆。
毋过除了大甲妈以外，阁有其他像巴斯达爱、爱玲子，嘛互我印象真深。巴斯达爱互我印象真深，咱应该是2年仔时阵参加的对无？1年啊啦，因2年举办一届，咱1年啊就拄着啊。哦，对吼，迄时阵我甲阿叔搬有够济班车才到位的呢。我是互人骑机车载的，头一摆体验人咧讲的夜冲。虽然我毋是负责骑车的人，但是半暝仔的山路实在是有够恐怖的，弯弯弯弯，若是小可无细致，真正是会慢7天到厝呢。听你安尼讲啊，真正是好佳哉！我甲阿君是选择用坐车的。迄个时阵，我印象上深的，就是我有落去和大家做伙跳舞。我想起来啊，你的鞋啊，佮互人搭甲乌酥酥、烂糊糊。哦，你有够无良心的呢，佮踮遐笑。我迄阵就想讲，来拢来啊，机会难得，就落去和因做伙跳。想讲若是伤忝就出来啊，结果根本就走袂去，2只手拢互边仔的人抓条条，就爱等规个音乐结束了后，才有法度离开。啊！等我真无简单，甲跳煞了后，才发现时间已经过去1点钟啊！阮迄个时阵坐伫边仔的搭位，哪食物件哪爱讨论讲，这个阿叔是啥物时阵遮尔爱跳舞啊？跳到毋知影要转来，结果是伊根本走袂去，实在是要笑死。是啦，机会难得吼。多谢阿叔替阮大家落去体验。所以啊，其实伫台语系内底，你会当有足侪参加民俗活动的机会。除了阮拄则讲到的大甲妈和巴斯达爱，其实阁有真侪哦。是啊，还阁有东港3年一考的小王船，同款嘛真精彩，拢是大多数的人可能较少会特别去接触的活动。是啊，拢是真特别的经验。透过这个活动，其实咱会当学着讲，咱对无共的文化和民俗，拢爱有尊重和包容的心。无毋对，透过这个活动，咱会当体验看卖无工作群的生活和日常。毋过，若是你无想要参加，嘛无要紧，主要也是看学生家己个人的意愿，就亲像头前讲到的，尊重甲包容。除了出去参加活动以外，木汉主任阁会爱每一个人拢做一本家乡史，这才真正是咱台语系的大魔王。讲到这，痛苦的记忆又来甲我攻击啊！好，我先来和听众朋友解说一下，家乡史呢是第1学期文化概论的作业。简单来讲，就是你要去图书馆参考真侪书面的资料，然后用你所找到的物件去甲伊斗做一本写给家己家乡的报告。重点是爱超过200页。虽然讲你毋免家己去做书写啦，但是你要引用至少20本的册，内容爱包含亲像这个所在的来源、历史、过去是啥物族群的人伫遮生活，或者是讲这个所在敢有发生过啥物重大的历史事件。亲像阿轩是住屏东的内埔啊。所以我就需要去图书馆找一寡类似《内埔乡志》这种册来去找我需要的资料。无毋对，若是你住的所在是一种古迹较济，历史事件真济，也是像我这种和教授住同一个县市的，迄才是真正马口无目屎。迄个时阵呢，大家拢是无眠无日咧做，阿君甚至阁分做几若本。敢若要穿外件吼，因为大家拢足惊的讲，敢会有啥物重要的代志去漏搞着啊？无藏着是会扣分的呢，无咧讲耍笑。所以大家批拢变足暗的，我甚至是逐礼拜拢倒去屏东的图书馆找我要爱的资料。毋知的人阁想讲，我一个大学生，哪会遮尔爱倒去厝里？我还是需要阮兜遐个图书馆内底的资料，好无？是啊，迄阵仔开伤济，就是请钱啊。对啊，我阁买一个行李箱转来载呢。毋过好佳在，我的拍拼是有收获的，最后有得到袂歹的分数。这个家乡史绝对是有资格留落来做传家宝的啦。
而且就像无限老师讲的，这本家乡史做了，你对你的家乡才有深入的了解。以后出门在外，你就会当大声讲出你是倒位的人，向别人介绍家己的故乡。毋过，听众朋友卖抓准通过第一学期的家乡史这个题目以后，就轻松啊哦。第二学期阁有无同的考验在等你，会有纸笔的测验哦。迄问题无大啦，上课若是有认真听老师讲的，就拢会通过。用讲的较轻松啦。老师考试的范围是包括第一学期甲第二学期上课所上过的内容，迄范围有偌宽，你敢知？咱迄年是运气较好，因为拄着线顶上课，所以用其他的方式去取代考试。若无，你敢有确定你有法度袂去互老师挡掉？阿叔，阿君敢若确实是毋免烦恼呢。伊是学霸，你袂记啊呢？哦，对呢，失敬失敬。好啊好啊，有够啊！除了纸笔考试以外，其实嘛有另外一部分的分数是对世界去行卡。老师会互你一张表，你会当照顶悬的路线去翕相，然后就会当加分哦。我会记得迄个校官，我和阮岛的人因为这个作业有做伙去袂少所在呢。未来若是有想要出去佚佗，但是毋知要去倒位的时阵，嘛会当参考老师这张表，踅台湾哦。等者，你还确定呢？有的景点应该是无啥适合呢。对呢，咱的景点除了一寡庙寺甲古迹以外，有当时啊，阁会有先人的墓牌呢。对吼，安尼大家也是先敬一个好啊。毋过讲到这，我阁想到一件代志。迄个时阵，阮母啊载我去某一条路线的时阵，明明迄导航就显示讲已经到啊，但是我四界看，煞拢找无。结果踅几啊年了后，才发现迄牌啊，就踩伫路边尔，真正是有够好笑的。有啊，足侪条路线内底的点，拢嘛是伫路边，无好停车，所以我就爱家己落车，和迄个景点自拍，真正是尺度拉满的。你敢会记得台中有一个点是倒栽榕，伊就是一丛伫路中的树啊。我知，阮母啊一开始嘛感觉真奇怪，为虾米拢经一寡奇奇怪怪的所在？尾啊，伊就习惯啊。总讲一句啦，这个所在虽然即马可能已经无啥物知影伊过去的故事啊，毋过咱爱拍拼甲因记起来。是啊，老师指定的景点呢，大部分拢是一寡真有历史意义的所在，或者是有纪念性，所以是真难得的景点。无贤老师迄个时阵就有讲，虽然这是一项会牵涉到分数的作业，但是嘛希望大家会当借这个机会，会当出去外口的世界行行看看咧。不管是和厝里的人做伙去也好，也是交几若的朋友做伙去嘛好，拢会是真特别的回忆哦。无毋对，所以除了休寒的时阵才会行卡。阮即届的下学会嘛有举办已经停办足久的宜兰之旅哦。因为无限主任伊是宜兰人，对宜兰一定有上深的了解，所以请伊替学生做导览，绝对是上赞上适合的啦。而且伊阁有邀请其他同款专业的导览人员，和伊做伙介绍。别人若是想要参加，阁要排队哦。对啊，虽然讲我是宜兰人，乡镇内底安排的所在，我拢感觉亲像是阮兜灶骹。但是我感觉加上无限主任的参与和介绍，一定会学到更较侪无同的知识。迄当阵无法度参加，实在是有够可惜的。是啊，嘿嘿，那安尼就互我来和大家分享好啊。我会当讲是完整参与着全部的人，自规划到规个活动的进行，真正互我有足深的印象。其实啊，伫出发进前，我一直惊讲会落雨，因为伫我的印象内底，敢若逐届阿君转去厝里，拢讲咧落雨，而且佫真冷。应该是无要紧啦，我逐遍去阿君因兜住的时阵，拢是好天啊。
迄是因为你特别来宜兰，拢顺续甲屏东的日头炸来啊啦。听众朋友，我甲恁讲，阿嫂真正是有够神奇的。有时阵明明前几工啊，宜兰拢还阁乌阴，结果阿嫂一来，日头就出来啊。恁讲有趣味无啊？安尼听起来，阿嫂根本就是太阳神呢。阿嫂，你搁甲讲阿嫂，你家己嘛共款好无？咱去九份啊迄届，敢会记哩？日头热甲挡袂牢，我从来都毋捌看过九份啊出现遮尔啊蓝色的天。迄落，好天是一件好代志啊！你看咱迄天翕相偌尔好看。你莫点遐，甲我想要换话题。嘿嘿，走伤远啊！咱转来咱的宜兰之旅，定听无限老师提起宜兰的传艺中心。原本我掠准就是像一般的迄种艺术展览的所在，结果一入去才发现，内底有足侪趣味的所在，无同的展览主题，阁有话剧的演出，大人甲囡仔拢看甲嘴啊利塞塞的。但阿酸拢讲好耍，看起来我一定爱找机会请阿本找我去一届。我感觉袂歹呢，安尼咱会当阁做伙出去佚佗啊！喂，我敢有答应哈？好，讲到这时间嘛差不多啊，爱准备甲大家讲再会啊！无毋对，快乐的时间总是过了特别紧。若是讲想要听更较多的内容，就请恁甲追踪试落去。YouTube 的频道嘛爱请大家替阮起赞、订阅，然后甲亮亮啊拍开。爆米花来卫生，后届再会。